这个周末应该可以稍微就是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昨天听到屏东那边有变种病毒，然后其实大家还蛮紧张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我最近的 PAPR 应该可以紧急送过去。那因为现在台湾的货真的很少，所以我可能有8组 PAPR 可以送过去，然后另外又有800套的防护衣，还有我今天自己搬来在上面搬来的那个猴头影像，就是可以紧急插管的，万一啦，就是真的有紧急的状况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也最安全来救命的。对，所以我等一下会去屏东，我会去4家医院，就是屏东的安泰医院、屏东的辅英，然后屏东医院，还有屏东基督教医院。对，就是这4家医院，我等一下就会把东西分别送出去。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耶，因为我觉得做一个这么有意义跟这么开心的事情，然后还可以被封为全民女神，我为什么要放弃？嗨，所有姐妹淘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全民女神贾友杰。我觉得我老公就是他很喜欢用一种反对党的态度在对我，对，就是他就是在野党，然后因为我在家里就是主导。我就是主要政权嘛，然后他就是在野党，他就很喜欢就是批判我一些说什么你真的了解吗？你到底真的知道吗？你到底懂不懂啊？这种心态。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也是想要为我好吧，然后他又觉得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属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所以他就很想要就是戳破我的那个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的那种感觉，对。他其实就是我就跟他说这个 HFNC 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就说那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就是一个呼吸器这样子，他就说哦，你真的是以为你是在买那个什么，在菜市场买葱姜蒜吗？你可以去搞懂吗？我就说不是，我真的搞懂了，因为很多医护人员也跟我讲，而且我是第一个就是询问台大的急诊室对我说台大急诊室的护理人员都说很需要。护理长都说很需要，他就说你去搞清楚。好，我就想说算了，那我就是自己再拿多一点的，怎么讲，多一点的需求跟多一点的实证这样。我们其实很好玩，我们从运动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会真的你不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支持你，帮你加油鼓励你。可是当你偷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激怒彼此，就会说你这个懒猪什么的，就是我们可以互相讲，就是很毒的话去激对方，可是我们真的就也不会生气，可是就会觉得说很好玩这样子，对，就是一种怎么讲啊？它真的是一种又亲密，但是呢又会彼此去互相吐槽对方的那种关系。我的行动力其实不是被他逼出来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军师，然后呢他是会帮我踩刹车的人。他也不会心疼，他通常都是他的安慰人家的方式就是，当你说你很累的时候，他就会说还好吧，你根本就没干嘛。我说哦，我就说是你没干嘛，你不累好不好？然后如果我说很多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啊，然后就是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拜托你是谁？你是贾永杰，你居然会这样讲哦？我说哦好，就是他的就是这种。就是很奇特的 style， 就是好像让你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对，也是他们2个都是我的大小助理。那安安是大助理，他是负责，因为他很爱吃，他觉得吃是就是全世界最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自从他加入了之后呢，我可能跟医护人员感到有点抱歉，他们都可能变胖了1-2公斤。因为安安就努力的把他的强项全部加进来，他就加了很多的甜点啦、咖啡啦、珍珠奶茶啊这样子。对，那从以前本来就是便当跟饮料，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哦，我觉得7月我们一定要度过这个疫情，不然我们大家都要吃苦。对，只是说就
跟婚纱店的经营很辛苦，对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我当然希望7月能够赶快过去，但是因为本身还是有一些女儿入学，还是有必要的行程要走这样子。所以你有既定说7月已经几号要出国？目前还没有，对，我们还在计划。对，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耶，因为我觉得做一个这么有意义跟这么开心的事情，然后还可以被封为全民女神，我为什么要放弃？我都几百岁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被大家封为全民女神，那我觉得我就是要完成，然后能多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反正我给我自己的使命就是，我就是好人做到底，然后不尽周全的地方我也不要得，就是我的能力就是这样。可是我会很用心的去做，只是开玩笑啦，因为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然后不是说对啊，我来出来选举吗？我说我根本不想选举，我想说就是找一个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吧。对，他们永远都会对我都是一样的啊，都会说好啦好啦，你很棒好不好？然后就飘走。他是喜欢玄彬的，对，很喜欢玄彬的。没有，妈妈每次说她们是女神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想要理她。为什么？你不是喜欢？因为我妈妈很棒啊，可是女神感觉，不知道就对不起来。那你心中的女神是谁？心中的女神吗？韩国 BLACKPINK 的组合。哦 ，Lisa。但是等级差太多了，妈妈太老了。就是我在他们心中又永远都是一个老妈子，就对了。啊，很好。